你们有没有那个看过树懒？树懒有啊，很跑很慢。那你们有听过树懒叫的声音吗？有啊有啊，树懒叫的声音就是咕咕咕咕这样子啊。对。哦，有一点好笑。对对。所以其实啊，原始讲这个笑话的人呢，他是新武系的，因为他是动物园的那个管理员。啊，那我们有一次在国家地理频道看那个树懒爬得很慢，那因为树懒真的太慢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人不是好奇说，你看过树懒吗？有啊，他说他有次去美国野生动物园参观，有看过树懒。那就有同事问他说，树懒，那你听过树懒叫的声音吗？他说有啊，就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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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而后来我查证，树懒叫的声音真的是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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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用很低沉的嗓音啵啵啵啵啵啵。我问你啊，树懒是不能叫是不是？